來看屏東縣九如鄉這幾冬哦，高屏溪爆發出現真濟山豬，恐驚有100多隻，賣破壞農民的農作物。鄉長是講已經有向縣政府來申請山豬條，希望講會當找人做回來鬥獵，減少農民的損失。農民使機械咧除農藥，但是豬仔有的東倒西歪，發覺有芳無介捌，原來是因為這個豬仔互山豬吞甲安尼。屏東九如鄉的農民帶記者行去要殘忍，塗骹攏有山豬的腳跡，有的塗嘛互山豬變甲亂七八糟。高屏溪破壞邊的農民表示，山豬的問題已經幾啊年啊，攏會一陣佇暗時出現，四界夾作物，致使農民損失嚴重。伊總愛食青菜，伊食蚵啊、竹筍啊、青菜攏愛食青菜安尼啦。啊，割稻機沒辦法割不起來。對，因為它踩下去踩扁了。他們會進去走來走去打滾啊，甚至在裡面玩耍打滾。我看到7隻，我太太也看到7隻是大的，可是我看到的是小豬。所以他們一直在繁衍吶。豬啊，甚至是高麗菜、蕎啊，攏會互山豬打歹去，因為山豬較大隻，而且反應緊，可能有到數百隻的量，佫有攻擊性。九如鄉長就協助農民，目前縣府已經分配10組山豬條和4位獵人。另外，鄉長嘛佇面冊頂懸招募有經驗的山豬獵人，結合民間力量，幫助農民解決山豬的問題。數量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我很希望盡量比較多人下去抓，因為現在佔地200-300公頃吧，應該有吧？然後縣政府也要支援4個獵人給我們。那依照《野生動物保育法》第21條的規定，如果說一般類的野生動物呢有危害人民及公共安全，或者是農林漁牧作物的情形，都可以向縣政府來提出申請獵捕。農民講，這個山豬可能攏是北方風災對山頂搶落來，生出了後族群數量愈來愈多，造成農民困擾。縣府農業處表示，若要獵山豬，一定要先經過申請，佇作物損害所在進行，才袂違法，而且禁止使用夾仔類的工具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